大家好，我係孖天央楊雲峰律師。前幾日我睇咗個首映禮，部電影叫做《逆轉上半場》。呢部電影係講述一班大人去幫助一班基層小朋友去追逐足球夢嘅故事。當中有一個角色我比較難忘嘅，就係嗰個跛腳嘅教練。佢曾經係一個職業球員，但係因為參與打假波，搞到前途盡毀。後尾仲因為意外坐埋輪椅，搞到個個都唔中意佢。開頭咧佢就好 hea 咁教呢班細路，但係後尾見到呢班細路咧好認真練習，同埋對足球咧好有熱誠。最後佢攞翻個初心出嚟去教波，反而得到救贖嘅係佢自己。而呢部電影令我諗起香港足球界曾經有一個好有天分嘅足球員，佢因為一時貪念打假波而搞到最後要坐監。佢喺出獄之後亦都做咗同樣嘅選擇，就係去教小朋友踢波。呢個人就係韋君龍。1976年出世嘅佢，喺90年代嘅香港，佢係一個大家都對佢抱有厚望嘅前鋒。佢喺球壇上有個綽號叫做韋昆蟲，即係話佢喺禁區裏邊咧無孔不入，而佢職業生涯嘅起點亦都好高。佢先有踢過星島同埋東方，喺當年嚟講都係香港頂級聯賽嘅大球隊，而好快佢都代表埋香港隊。咁去到1998年，當時佢就22歲，當然係當打嘅年齡啦，亦都係職業生涯最輝煌嘅上升期。但係因為一個錯誤嘅決定，佢親手葬送咗自己嘅前途。1998年嗰屆世界盃嘅亞洲區外圍賽，而嗰場波踢嘅日期就係1997年3月9號，香港作客泰國。而呢一場係一場國際 A 級賽事，而呢場波喺開波之前已經有人想為佢寫好劇本，而韋君龍就俾人指控涉嫌喺呢場比賽度打假波，個計劃都幾具體嘅。香港隊就一定要輸，而且最好係輸0-2。作為出賣香港隊嘅報酬，每一個有份參與嘅球員翻到香港之後都會獲得3萬蚊嘅現金。咁但係呢樣嘢你唔講又真係好難知。其實呢單案裏邊亦都出現咗一個污點證人，就係呢單案嘅關鍵人物，亦都係韋君龍嘅隊友，叫做陳子剛。佢扮演咗中間人嘅角色，負責聯絡外圍莊家同埋聯絡球員。咁喺 ICAC 嘅調查期間，佢為咗爭取減刑，所以選擇咗做特赦證人，即係污點證人。佢喺庭上邊詳細咁講咗佢同埋一啲隊友點樣喺泰國嘅一個酒店裏邊呢，好秘密咁開會，例如講下點樣輸波裏邊嘅細節。咁呢度個法律點大家可能會諗嘅，打假波咁應該就係告貪污或者受賄啦。但係控方咧就非常高明咁用咗一個組合拳方式嘅告法，佢哋唔單止告串謀詐騙，仲告多你一樣叫做洗黑錢。咁點解要用呢條罪呢？控方嘅邏輯係咁嘅，韋君龍作為香港隊嘅成員，其實佢同香港足球總會係有一個契約嘅關係，契約嘅職責係盡全力去爭取勝利，但係佢哋係不誠實地達成協議去操控賽果。但係由於佢哋串謀嘅協議同埋嗰個協議嘅行為，即係踢波啦，都係泰國進行，所以香港咧呢條罪咧就冇告入到嘅。而另一條罪名亦都係最終定罪嘅關鍵，洗黑錢。控方就鎖定咗佢哋翻到嚟香港之後收到現金3萬蚊贓款嘅行為。韋君龍嘅律師團隊提出咗2個非常刁鑽嘅法律觀點作出反擊。第一就係自己使自己嘅錢，律師就係咁講嘅。例如你如果搶劫咗銀行，你得翻嚟嘅錢自己使，只係搶劫罪，唔應該再加多一條洗黑錢罪。呢條法律唔應該用嚟懲罰罪犯處理自己嘅贓款。第二就係泰國唔犯法，律師就話呢場假波係喺泰國踢嘅，控方就冇提出到證據去證明打假波喺泰國係刑事罪。如果冇證據呢個行為喺泰國係犯法嘅，咁呢筆錢翻到嚟香港又點算叫做犯罪得益呢？不過法官就駁回晒呢啲觀點，佢就話香港嘅法律標準係，如果喺香港發生會構成可公訴罪行嘅行為，而且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嘅目的就係要打擊黑錢。當時控方嘅律師講法就係 Hong Kong doesn't like dirty money, don't bring it here。最終洗黑錢呢個罪名係成立嘅，而韋君龍最後就被判入獄12個月，而佢踢後衛嘅隊友陳志強，仲有踢門將嘅隊友陸家榮，同樣被判入獄12個月。而陳志剛雖然佢係污點證人係有減刑嘅，仍然都被判入獄12個月。但係對於足球員嚟講，最致命嘅打擊，我相信就係香港足球
總會對涉事嘅球員頒下嘅一個懲罰，全球終身停賽。對於一個踢波為生嘅年輕職業球員嚟講，咁樣嘅判罰即係宣布咗佢職業生涯死刑啦。喺現實中，韋君龍出獄之後，雖然俾人哋禁止咗再去踢職業波，但係佢都冇離開佢熱愛嘅足球。後尾佢都投身翻足球教練嘅工作，係專門教小朋友。呢單案例我哋睇到，就算喺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犯法都好，唔好以為喺香港收錢就唔關事，因為香港收錢嘅洗黑錢法例呢，就係唔係話你知唔知道，而係講你有冇一個合理理由相信冇問題。韋君龍人生嘅上半場似乎就踢得好爛，攞咗紅牌啦。但係如果一個犯咗錯嘅人，佢接受完懲罰，用自己嘅才能去貢獻翻社會，我覺得呢一樣嘢本身就係一種勇氣。大家又覺得社會應唔應該俾一個犯過錯嘅人第二次機會呢？如果你中意我哋 channel，記得 comment、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訂閱啦。